来得大，自己行持重要。那么第32章，名师口诀论，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那么云何是名师口诀？那么佛呢就说，如来灭后赐之菩萨传佛心令，具佛慧命，就是这个叫这个各位菩萨能够传佛的心意印心能够一样成道成佛，然后接续佛的那个慧命每一个都是佛接续佛的慧命。那么各化一方就是各个来开化一方的众生开示慧悟让还没有领悟的众生都能够这个领悟。有缘的众生正因正果正见正修降伏万猛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呢在4、5千年之前就已经讲了我们呢就是要正因正果正见正修这个都是很正确的观念降伏外猛所以只要我们这个社会的那个引诱我们都呢要降伏降伏外面的这一些魔扰乱，那么破除邪见。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修道之中最怕邪见，因为邪见一来了我们呢这个真的就往下掉所以这个正见非常重要。那正见就是我们真的都万年都放下了，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我们叫正念。那么正念所产生的见解就叫正见那个呢就叫佛知佛见，佛的知见。所以我们不在凡尘有为的状态之下，完全呢都是佛性本体，那个才产生正见。所以我们呢对这个正见就是以往也都没有很重视它所以说认为正确的那个见解是不错，可是要了解什么叫正确的见解那个就有深入探讨的这个必要。那我们一定要从佛性本体发挥，佛性本体发挥呢才叫正见。那我们从正见来修才叫正修正见的修道。所以凡尘真正的要走入正确修道的轨道不容易所以我们要自己鞭策自己。那么修正功行这个修正的功行始终呢清净。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清净清呢就是一念不生这个清呢一尘不染，见一念不生真正的清净一尘不染一念不生才是真正的清净。那么慧根不度，假如说它不是这个上等根器没有佛缘的话就是不勉强去度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能够走入天道，能够走入心理心法，那个根都是很深然后祖上有德又加上自己累世有修这样呢那个根才能够稳定所以假如说不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要勉强去度一定要这个衡量他呢有没有修的心，有没有向道的心，这个很重要。归气不传我们了解到有没有成道成佛的那一种状态这个气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价值观。那假如说你的价值观不很正确的话，那个就气。那灰气的话，就不要传它性理心法。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我们演起来还不是很容易，可是要传呢也不要轻易的传。那么若有轻信善男信女，智慧高明虑求道者事事亲近。这个事事亲近就是都一直亲近这个善知识都一直这个往善的这个方向在这个进行。那么久有供养下心贪求就是能够呢这个下心这个心不骄傲就是能够这个把心放得很低它放的呢就是很柔和下心呢参求。那么体相这个体性相合这个外表的身体里面的佛性它都呢这个能够呢相合，方得以心来印心就是这个以心来传心，以道呢传道，能够呢心心相应直指莲花。所以我们了解都是一直连贯下来流传不绝是名天机口诀，有言喻则根无大小皆成佛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名师口诀就是我们要去重视它我们所求的三宝就是名师口诀。那么第33章亲师曼华论这个亲师就是亲事那个教的那个师长。那么曼华就是对法不重视，然后呢这个把法都看轻了。文殊菩萨呢问佛或有男女亲师闻法，待信不信是已归不归身虽礼拜心都已毁，自心不悟缓言则失这个我们看的这个文字就了解都它都很白话没有说很深的这个地方。那不肯开度此等男女如何这个度通怎么样来度这一些亲师曼法的这个众生？那释迦牟尼佛回答：此等薄福少慧众生福很少，然后智慧也是一样不多不悟无为，就是不领悟我们那个佛性。无为都是佛性本体无所作为。那么起相执着邪见就是住在形象，然后心里面邪见很深自慢自己骄傲障碍本心那个慢就是骄傲自慢
就是骄傲，骄傲会障碍自己的本心，不得正见。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正见要得到正见，就很不容易，何以故？为什么呢？重师者辩重其法，我们的重师就会重法。那么轻师者辩轻其法，轻师的话看轻那个师长他所教导的法一样变一样看轻了。重师者法变行，那么轻师者法不行。这个重师这个法我们有办法去行持，有办法去做。那么我们的轻师这个师长的话，他所说的法就没办法去实行。那么轻师慢法是增上慢人，增加向上骄傲那一种人虽然与师同行如隔千由旬外虽然跟师长都同住同行，可是好像隔在千由旬，一由旬30里千由旬就已经很大的一个距离。那么生命终时入大阿鼻，那个生命终的时候进入大阿鼻地狱。阿鼻就是无间就是受苦没有阶段无间地狱我们所说的地狱18层地狱那个受苦都有间断你受苦了，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受苦。那无间地狱受都没有间断一直受苦，那出来也遥遥无期没有办法出来。那么千佛出世莫能救度，一个佛出现在凡尘，都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那千佛可以说没办法算的，那个时间长真的没办法算。所以千佛出世莫能救度，没有办法来救这个轻师慢法的人。一失人生万劫不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失掉我们这个身体万劫都没有办法再恢复。所以一定要好好利用我们的身体来行功立德这样才不枉费我们到凡尘来这个一生一世。那么第34章七宝布施论。文殊菩萨问佛，云何是一生七宝布施？这个倒是蛮这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我们都可以一生七宝布施那佛就回答不贪布施所谓眼不贪色这个色相跟其物这个色相其物我们眼睛都不贪各位就可以了解这个做起来不容易我们都会好看的多看几眼那个就叫贪那眼不贪的话不贪这个好看的或是其物很难见到，完成很少的东西那个其物是色宝布施，我们把那个色宝把它布施了，所以眼睛就不贪这一些形象的好看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电视越来越大，然后越来就数位化像以前类比式的
就会模糊，现在很清晰了。那为了这个要播报一些像那个这个直播电视台直播他们现在因为那个4位式的那个电视可以把你那个整个所有脸里面的一些瑕疵都很明显的显现出来，所以他们现在那个化妆就是要更上层楼，要化妆的你很浓墨那一种已经不行了，一看都很清晰。所以要化妆到让人一看就不会有瑕疵各位就可以了解说越来我们越重视那个美观美的观念，因为我们法人可以说未来要好看要花很多钱不管是我们要房子好看要花很多钱，要人好看要花很多钱对不对？可是我们已经找在外表形象那已经跟我们的修道这个宗旨已经相违背了，所以我们一定对凡尘的相知道就好了，不用去追求你在追求什么漂亮，都有人比你更漂亮的啦所以那个没有一个底也追不到底所以我们朴素最美，朴素就好了这个好不好看倒在其次啦我们心真诚恳待人，这样比美还来得重要。你很美的话心地不好，人家会怕你再怎么美，人家都这个赶快拒绝往来户所以我们诚恳待人我们真心生活，所以眼睛就不贪色不贪这个色相，色相都是假的啦不久你再怎么漂亮经过一甲子60年，漂亮得起来吗？再漂亮120年不见了啦都不在凡尘的漂亮棺材里面所以还要了解我们追就是真就是永远不变。那我们的心就是可以真，可以永远不变不会被这个假象迷惑。那么耳不贪，好生晕也是生宝布施。所以我们了解说现在的凡尘你看我们一些追歌星的那一些追星族我们时常大高铁都看到那个追星族在追星很恐怖那个追的程度真的说有需要这样吗？那个追那个那个偶像真的是你看了都会吓着了追星追这个样子可能我们都会讲人不少年人不轻狂枉少年那个真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才做得出来我们最大的看到年轻人在追没力都已经没有那个劲所以环境不允许所以我们了解好生音乐生宝布施可是也不是说叫你说不要听音乐，就是不要入迷就好了我们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只要不超过不入迷不着魔，这样就好了就可以。那么彼不贪好上妙香是香宝布施这个我们老师要了解到这个卖
坤到化妆品呐，那个是最好赚的，因为他们那个一买都不会吝啬那个金钱，这个能够闻到那个香，所以以往那个男生赚了钱以后他就讲要去闻那个好香的，那个闻那个好香的那个钱就好像那个不是赚的，是用那个中央印刷厂印的那个样子在花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彼不贪，那个好上妙香，是呢这个香宝布施。那么舌不贪好上美味是味宝布施。这个倒是呢我们这个修道者已经素食了比较呢在这方面都还可以自我约束啦。可是我们社会现在都大鼓吹就是那种那个让你的舌头能够享受。那么身不贪好妙衣服是次宝布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穿得好跟穿普通这个主观意识啦。你觉得说都穿得暖和了就好，穿得修就好啦，不用说一定呢要穿的那个多贵多么好的这衣服。那么义不贪名利恩爱，这个做起来也是非常不容易那个名利恩爱是我们凡人在凡尘所追求的就是利恩爱那叫我们都不贪的话，那有一些他直接跟你回答，那要活着干嘛？各位我们要活着干嘛？没有人回答，成佛嘛，我们要活着成佛所以义不贪的话，华宝这个华已经布施了，那么性